为了让4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家长有兼顾游戏甲教育的亲子活动空间，台南市社会局伫台南市各区设置亲子游游馆。目前第11座设置伫盐水公有林场市场3楼。市长黄伟哲、社会局长陈仁基以及侪关心在地托育服务的议员前来共同开幕，场面相当温馨。3、2、1，请现场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，恭贺台南市盐水区亲子幼游馆正式开幕。我们台南市有37个行政区，这是我们第一个亲子幼游馆，第11个亲子幼游馆哈。那也是大新营区继新营之后第2个亲子幼游馆。我们希望说将来能够加快亲子幼游馆设施，能够让许多孩子爸妈能够玩在一起哈。那如果爸妈来，譬如说我们盐水亲子幼游馆，它底下是市场，大家爸妈买菜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可以把它放在这边哈。台南市亲子游游馆每一间拢有无同的特色。盐水区亲子游游馆以夜渡陪伴为设计主题，以植材的动物造型，打造出像哪的风格。馆内嘛规划丰富的主题区，并提供托育服务资讯以及在地亲子活动，增进亲子互动关系。每个亲子幼儿馆都有它的特色，像我们盐水亲子幼儿馆走的是森林风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绿色的植物啊，都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有点像果岭的有点像森林的风味，那也蛮不错的。那孩子在那边徜徉这边很开心，他可以待很久，那可以爸爸妈妈带着他来放电，那让孩子回去比较好睡得着，还比较舒服。我们希望说亲子幼儿馆提供亲子相处互动的更好的空间。台南市因应少子化的问题，政府积极创造友善的育儿环境，让家长伫生囡仔、饲囡仔以及教育上得到协助。社会局嘛推出侪相关的福利政策，减轻家长的负担，就是要让市民家细佮家饲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